宪法它算法律，但是它是国家基本大法。国家基本大法，它基本上 Constitution 这个字，宪法这个字，从希腊文里面延伸过来，它是有契约的意思。它是一个政府跟人民的契约，怎么样统治人民，怎么样保障人民的权益，怎么样发挥政府的功能。所以政府要有能，人民要有权。那么这个我们说，这个叫做宪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精神嘛。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，宪法它主要是一定要合乎这个权力运作的逻辑。所以我刚刚讲这个前提，这个前提是你一定要让政府有能力来统治你，但是害怕变成独裁，所以又要人民的权益可以被保障。世界各国的宪法，人家为什么一运作可以运几百年的原因，就是我说过，第一个符合政府有能，人民有权益的这个精神；第二个，权力不会被滥用，政府人民有办法来牵制它所以我们说这个状况，台湾第一个没有，就是台湾现在真正能够获得全民共识的只有一个人，但是那个人不是人，就是妈祖。有没有道理？对台湾没有皇室，没有国王，没有变成一个当成主权的象征，所以你用总统制是不得已的。所以台湾目前呢，讲真的，修宪是个梦但是台湾要做修宪的梦，不如做民选的强人的梦。因为这个强人，如果第一个先把台湾先罩住，能够就变成一个，就促成全民团结，让政府运作，然后再来这个人第二步就是他要不自私，没有强人，以及强人不够高贵来推动，就是关键就在这里第二个就是因为没有强人在上面主导，所以就不可能有一群大公无私、很聪明、有很智慧的人，大家集合起来，大公无私的来建立一个大公无私的好的宪法。所以最后台湾的宪法就流于像立法院的法案一样，就分赃妥协谈判到最后弄出一个皆大欢喜、皆大完蛋的一个宪法。这是台湾修宪未来的一个状况。